台南彩虹游行今年迈入第8届，不少民团政党都来响应，加上圈内朋友，现场有2万人参加。今年主题是八仙过海，不少人都创意打扮，有人直接披上八仙彩，还有人 cosplay 成黑面妈祖、千里眼和顺风耳，非常养眼。游行是以庙会为主题的，所以扮神明刚刚好。这届可说是充满众神之都的特色，以庙会形式游行，开来一台一格车，让6名小朋友和网红夫妇知道扮成八仙坐上去，沿路发送小礼物。特别的是，车上竟然有温陵庙的妈祖坐镇，打破宗教的刻板印象。那我们有跟妈祖请示啊，妈祖对这个事情他也是持比较客观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大家对两性的看法，能够把这个艺术文化跟这个台南彩虹游行做一个结合呢，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一个创举。而且我们2人其实，在我们的频道“夫妇之道”里面，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参与北港的艺阁。怎么样让这个游行真的有一种台南快靠、台南快，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一个点，所以就会想要在我们生活中占很重要的民俗的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板的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接触到的元素一起融入进来，让台南彩虹游行真的是一个有贴近在地生活的一个活动。广场舞台也由风神宝宝儿童剧团带来演出，让大小朋友把性平议题扎根。台南彩虹联盟认为，现在虽然达到婚姻平权的目标，但仍有尚未被平等对待的地方。希望同志社群能像八仙一样大显神通，让社会落实多元性别。记者盛怀谈的报道。